明仔载就是元旦啊，真侪人呢拢会走去看日出。也那天文馆是表示讲，今年头一道这日头光呢是出现伫花莲的碧南山，时间是6:03。也那伫平地呢是伫高原偏顶塔，离岛就爱去到红头树才看会到啊。毋过呢嘛，因为这天气的关系，其实上界好的这个看日出的地点，颠倒是伫中部。 伫元旦即天，民众毋是要去参加升旗典礼，就是要去录新年头改日头光。台北天文馆指出，2026年头改日头光会出现伫咧花莲的碧南山，时间是6:03:46。啊，若上早日出，同款是出现伫咧碧南山6:28。若是想要伫咧平地看到平地上早日出，地点是伫咧高原偏顶塔，挂岛是南苏，时间是6:29。元旦的时候，这时候太阳的方向还是直射在南半球。以日出来讲，它就会是在偏东偏南，所以以花莲的伯南山会是我们第一道日出的时间。然后再加上它的地势比较高，它的位置会在海拔大概3400多公尺的地方上面。不过，带着冷气团来到老咧，恐惊拍破民众的好心情。根据气象署的资料，北部、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拢有短时间的阵雨，而且云拢真高，要看到日出的几率是无悬。比起来，上有机会的所在就伫咧中部，时间大概是6:30至7点左右。天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每一年都一样，就是你一定是往东南方走嘛，所以花莲、屏东那边花莲、垦丁那边一定是最占优势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中部，那北部会稍微晚一点点。为着要让民众准确了解元旦和各地日头光和日出的时间，台北天文馆嘛制作山顶的地图，只要伫咧网站顶边输入你要去的所在，就有准确的日出时间，方便民众把握时间迎接2026年头一届的天光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